粵劇係中國嘅傳統文化，佢植根於我哋中國嘅千年古典文化。咁呢一個係我哋嘅中國人文化自信。有一句話叫做有華人嘅地方就有粵劇。我係林詠詩，係香港粵劇花旦，從細就喺廣州長大，聽住爸爸媽媽經常播放粵劇嘅腔調，亦都係好多謝我從小有好多名師嘅指點啦，令到我有堅毅嘅心，篤定前行粵劇之路。喺廣州讀完粵劇學校之後，我就獎學金去到咗香港演藝學院。吸收咗好多中西文化，開闊咗我嘅視野。粵劇係中國嘅傳統文化，佢植根於我哋中國嘅千年古典文化。咁呢一個係我哋嘅中國人文化自信。這些年粵劇帶領我走遍國內外嘅舞台，自己參與演出，培養新生代，仲嘗試各種創新嘅形式。如今扎根粵港澳大灣區呢一度，既係粵劇嘅文化沃土，更係我哋粵劇人走向世界嘅起點。我而家從事緊嘅粵劇呢，就係傳統與創新融合。咁好似啱啱我嘅演出呢，就係着住旗袍啦，咁可以呈現到一個粵劇演員喺曲藝方面嘅特長。咁喺古裝嘅時候呢，我哋會粉墨登場。大灣區係粵劇發展嘅沃土，喺大灣區呢一度呢，係根脈相承，同根同源。因為大灣區9+2城市呢，都係粵語母語體系嘅，咁亦都係有文化嘅空間，咁有好強嘅藝術資源。我覺得粵劇年輕觀眾嘅培養同埋普及咧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呢一顆熱愛我哋中華傳統藝術嘅種子咧，應該從細就植根喺佢哋嘅心中，等佢慢慢生根發芽。希望有更多嘅青少年人喜愛我哋傳統嘅中國文化。